全国移长杯倒球锦标赛5日伫咧桃园开拍，台南市议会3日下晡举行授旗仪式，由议长曲丽丽亲自为台南代表队授旗，有祝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台南市议会不论是议员的团队，或者是同仁的团队，都是表现非常超强的这个实力啊。那我们去年呢也得到了这个个人的冠军，或者是团体的这个冠军呢，所以我们这次非常的有机会，希望能够把冠军的奖杯再次的留在台南市议会。那我们这次的阵容非常的坚强，那希望我们全部的台南市民为我们加油。代表台南市参赛议员有队长李启维、队员陈黄宇、黄兆辉、施育兴旺、周家伟、郑嘉欣、李宗麟、陈秋红、沈家凤等议员。队长李启维表示，这段时期大家认真练球，相信一定有好的成绩。我们去年的成绩都相当的不错啊，不过我是说员工组啦，议员要再加油这个不过我觉得这改这个男女分开这个赛制加上这次我们大家也都很这个热衷于练球相信应该也会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会再提升，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加油！议会嘛派出去年的冠军组合，誓言要将冠军荣耀留伫咧台南。去年是拿到什么成绩？第一，去年第一女团第一，员工组。那今年呢？今年打算做一忘一，做一忘一，好不好？有信心吗？有，还是要一定要这样讲吧？要啊，加油！我们尽力，尽力。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分别担任领队甲副领队。议员李启维担任队长，议员李宗翰、陈秋红、朱正轩、黄兆辉、周家伟、李宗麟、陈黄宇、王宣茂、施育兴旺、沈家凤、郑嘉欣、谢淑凡、黄立昭、林 Angel、林美燕，秘书长严成奇以及侪位志愿军参赛，大家用心练习，希望会当延续去年的战力，再创佳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